台湾自来水公司由李希潭一条26公尺长的管线斩破去漏水在抢修，嘛造成苗栗甲台中有超过30万户停水哦。水公司是设120个临时的供水站，也毋过民众是真怨叹讲，停水拢无通知，去供水站嘛无水通摕。水道破开，缩单无水，民众只好摕水桶去找水。台湾自来水公司李希潭原水管线吹沙漏水，为着要赶紧来修理，紧急来停水28点钟，影响的范围包括台中、苗栗，拢总30.6万户。有民众厝内水塔已经打底，透早来临时供水站嘛是无水，还讲乃拢无通知。没有通知啊！邻居突然发现没有水，才知道停水了。我家是有水塔，所以还有一点点水，可是也剩不多了。拢无水，涨无神起来，一桶尔，怎冲便所得嘛？台水公司表示讲，漏水的是原本水站内底2600米里的原水管线，是1993年的旧管。因为地动伤久来破裂，即届因为时间来紧急停水，停水的时间是初3下晡2点到初4暗时6点。台中市大概有29.9万户。苗栗区是7000户受到影响。这一次因为我们鲤鱼潭原水管有一个2600的一个原水管因为重物的碾压，然后造成焊接裂缝的一个扩大破裂，然后我们也紧急召开前进指挥所跟紧急应变，设置了120个紧急取水站。台水强调，这摆透明赶修，因为时间紧急，部分临时供水站也未付补水。原水管线已经伫初4早起8点接好势，当咧开始陆续恢复供水。不过管线要再甲地势较悬的住户会较晚的，嘛会持续调派水车来巡回补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